錯啊，正正係因為佢幫我哋瞓得着，大家先會誤以為呢個係一個好嘅聲音、好嘅方法。無論即係流水聲啦、海浪聲啦、風聲、雨聲等等呢啲，我哋屬於叫做白噪音嘅聲音，係一種低於低頻聲音嘅聲音。佢有助我哋喺一開始聽嘅時候腦部運動降低，但係佢咧就唔似低頻聲音咁會穩定嘅，會不斷低到一個位咧，身體頂唔住喎，佢就會反彈，甚至乎高於正常嗰個水平。咁呢個情況底下咧，我哋會瞓得唔好啦，甚至乎咧有陣時會瞓到醒咗。咁呢種嘅情況咧，其實最後對睡眠並冇幫助。但係你話咁入睡有幫助喎？問題冇一個時間知道究竟入睡嘅時間係用幾多秒啊，定係幾多分鐘？所以咧，我哋好少會用一個流水聲咁樣去做一個聲音放鬆嘅，反而我哋會純粹以科學頌缽、純粹低頻嘅聲音去幫助我哋讓我哋好快嘅去進入專注、疲倦然後睡眠嘅狀態。科學頌缽咧係一個實用、有效、可解釋嘅療愈手法。如果你想瞓得好啲，可以試下用科學頌缽幫你。